国家影视厅中心甲挽流出版社合作出版，描写歌戏国宝杨丽花的如有神在。杨丽花以伊的时代新册发表会，就选伫咧台北国际册展的上尾一天来举办，是用超过4年时间收集采访，册中10部呈现出内台、广播、电视、电影到现代舞台，这不共时期这歌戏的演变。嘛，希望大众会当透过杨丽花的故事来了解台湾歌戏文化史。如有神在，杨丽花伊的时代。歌戏演员陈雅兰甲现场观众做伙用歌戏身段呈现这本新册《如有神在，杨丽花以伊的时代》。礼拜二台北国际册展办新册发表会，杨丽花自细汉搬戏，对内台搬到电视电影。伫歌戏这条路上，杨丽花看家陈雅兰受到杨丽花的影响，即摆也为着歌戏传承继续打拼。陈雅兰表示，杨丽花就是台湾歌戏上有代表性的人物。她的一生从小，然后历经过这么多的年代，也算是可以说是台湾历史的缩影吧。这本册分做10部，呈现伫内台广播、电视、电影到现代舞台无共时期，杨丽花对台湾歌戏的影响。作者希望透过杨丽花，互读者完整理解歌戏的水。伊入广播、入电视、拍电影，拢是你开就是唱甲抓袂掉，而且是一波一波愈来愈旺，就是迄个时机太对了。杨丽花一生拢注心伫歌戏，对演戏到推广传承歌戏文化，拢有真大的贡献。这本册用4档外时间完成研究采访，也收录陈雅兰苦修研究编剧学者对台湾歌戏发展的观察。出版社希望让杨丽花伫台湾歌戏有一个全新的历史定位。因为这个施老师伊是写研究杨丽花，研究咱台湾的歌戏，然后佮加上讲伊是一个编剧者。所以写出来的物件是绝对拢无共款的，所以伊就是会做比杨丽花这个故事搁较大的历史。这本册是国家影视厅文化中心和挽流出版社合作出版的。国家影视厅文化中心也表示，2025年会使讲是杨丽花年。除了年册新册发表会，伫2月2日会有正式见面会，9月份按算办理杨丽花特展，预告年底会正式播送《世界错乱杨丽花》的纪录片。记者张家嘅柯秉哲台北报道。